先生，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这位小姐，我看你脸色苍白，呼吸羸弱，是重病之症，赶紧找个医院看看吧，别在这儿瞎溜达。其实我是明家第23代嫡女，患有不治之症，医生判定我只剩下最后3天的寿命。这里是我个人的积蓄，今日赠与你。你要给我钱？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清洁工啊，放心，我不是骗子，这些遗产真的都给你。有趣啊！明家族邸女生怪病这事儿，我早有耳闻。人各有命，本来我不想出手，看你这个人嘛，倒是诚恳，我便替你看看吧。哪来的骗子，竟敢！我在治病，不要喧哗。五脏尽伤，6腑皆衰，神仙难医啊。不过还好，你今天遇到了我。你能救我？放开明小姐，让我来！放开明小姐，让我来！医王、医仙、医神向明小姐请脉，我等一定竭尽所能，让明小姐痊愈。医王、医仙、医神，当世顶级3位神医一同出现。明小姐，你有救了，有救了！不，你错了，他们3个可救不了他。你一个清洁工，敢在我医王面前大放厥词？就是，我堂堂医仙，祖上从医，医学世家，你一个清洁工，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低调，大家都低调点，拿自己跟一个清洁工比，简直是自降身价。这位先生虽然是清洁工，却……明小姐，小姐，3位神医，请快与我前去府上，为我家小姐治病啊！恭敬不如从命。这位先生，您可愿与我们一同前去呢？好，明小姐人不错，死了可惜。我随你去看看。先生，随我上车吧。不用了，我有车，你带路吧。夫人，医王、医仙、医神3位神医下山来为小姐治病了。什么？3位神医都来救欣欣了？我闺女有救了，我闺女有救了。明夫人，榜单上说治好令千金，可娶她为妻，此话当真？只要医仙能救好我女儿，绝不食言。好，明小姐这模样身材都是女人中的绝色，我娶定了。奇怪，真是奇怪，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竟然让我和医王都束手无策？让让，都让让！你俩呀，真是给我们这些医者丢脸！医生，怎么样啊？到底是什么病啊？
连一些3大顶级高手都束手无策呀！我的西西，我的西西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你生得如此美貌，商业传奇，竟得如此绝色，你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救我女儿啊？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就算让我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若我们医王、医神、医仙3人都不能救他，那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人可以了。什么？谁还能救我女儿？医圣。医圣，有传说，却从无人见过。喜怒无常，有绝命独医之称的医圣。传闻医圣出神入化，左手定死，右手长生，喜怒无常，超凡入圣，只有他了。孤陋寡闻，医圣何止是医道出神入化，他还是龙皇。医神说的可是那位在金融、军事、科技、医学、娱乐、武道，甚至地下世界数10方领域都能登峰造极的神秘王者，统领造神殿的龙皇。除了他，还能有谁？可听闻只是传说，从无人见过，更不知道是真假。我上哪里去找啊？那就是你的事了。行，就算是掘地3尺，把天捅个窟窿，我也要找到他。铃铛在，立刻发出四海令，不惜一切代价，全球寻找龙皇。哎，不用找了，那我来吧。你谁啊？他是路过小姐的第100个路人。他还说能治好小姐。就他能治好欣欣？他说能。胡闹！他说什么你都信？就是一个清洁工都懂治病，还要我们这些苦修医术的人干什么？这看起来是个清洁工，其实就是个骗子呀！在5000年前，就有古人发明了“人不可貌相，有眼无珠”的文字警示后人。没想后人还是如此的有眼无珠，真是人类文明的可悲。行了，别在这装模作样了。我明家可是大夏堂堂首富之家，敢在这儿行骗，你信不信？我让你连扫大街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一看他就是个屌丝，想娶明小姐呢。我总算见着什么叫真正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够了，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都别动！铃铛，你干什么？小姐现在越来越虚弱，各路神医都束手无策。既然这个清洁工说行，我觉得可以让他试一试。如果他真的是骗子，到时候再处置也不迟啊。行，我给你机会。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料，你得知道后果。哼，世人找我治病，皆是恳求，我不过是看你月薪不该短命。你竟如此态度，那这人我不救也罢。哎，对了，你家小姐回光返照之日，告诉她，她那点遗产我不需要。哎，你别走！还有事吗？我家小姐是个很好的人，求求你救救她吧！如果你真的能救她，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行，你说的没错，那我就再看看他吧。还真是世俗日下，连清洁工都能治绝症了。骗子我见过，但是这种煞有介事的骗子，我还是第一次见。都沦落为清洁工了，可想而知骗术有多低级。还真是装模作样。
也是看见神仙了吧？谢谢，谢谢。我的谢谢怎么了？你害死他了！好啊，你敢害死明小姐，败坏我一介良知，抓住他，将他千刀万剐！我将你们救不了的病人治好，你们却说我败坏一介良知。什么？你说你将明小姐治好了？死到临头还想忽悠呢？我是不是忽悠？你们自己把脉看吧。装模作样，看我拆穿你！脉象平稳正常，明小姐的病症真的治愈了。真的吗？谢谢，真的治愈了。医生大人，是真的吗？我家小姐真的好了吗？不可能，不可能！我号称医仙都束手无策的病症，你一个清洁工岂能治好？一定是医神你的水平不够，产生错觉。还是让我来吧。你来看。真的好了？怎么可能？真的好了？我们仨都束手无策，居然被他律师几针就治好了？难道他就是？嘘，都起来吧，见我的事不必多说。明月心，希望你好好珍惜这条命，做个好人。哎，他回来了。哎，风儿啊，你回来了，佳倩来找你了。佳倩，哎，你们聊啊，我去给你们买点菜去。行。佳倩，方文，给我。万峰，啊，我们解除婚约吧。万峰，啊，我们解除婚约吧。开玩笑的吧？解除婚约？没错，我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终究我们还是不合适。不合适，你指的是5年，我呕心沥血，让白家从微末到新贵，前途不可限量。而你原本是万家大少爷，让你在外磨练，好继承万氏家族，可你却沦落到去当清洁工，失去了一切机会。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说我失去了一切机会？难道你还有机会吗？你爸对你失望至极，视如弃子，也有意让你弟弟继承万氏。你以为我爸让我在外磨练是觉得我不争气才视为弃子吗？难道不是吗？一开始他只是想找个理由让我离开万家的权力中心，想扶持万景生上位而已。我呸！还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你是万家的嫡长子，你爸凭什么排挤你？难道你不是亲生的吗？我是亲生的，但万三千跟我妈离婚后娶了那个狐狸精，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是弃子，你明白吗？说那么多没用，最终你还是沦落了底层，和白总不配。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悔婚协议签了吧。没错，万峰，我原本以为你是金海的天之骄子，可你却沦落成笑话。每次别人提起你我的关系，都会让我无地自容。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佳倩，还有2天就是我们的婚期，你再想想。想什么？你我之间已是云泥之别，根本不可能在一起。而且实话告诉你吧，我白家已被创世集团选中，答应会给我白家万亿投资。届时，我白家将会跻身于商界顶流，在我面前，你会更加卑微。在你面前，我会更加卑微。那你是否知道，是谁授意创世集团给白家提供的万亿投资？那你是否知道，是谁授意创世集团给白家提供的万亿投资？你不会想说是你吧？没错，除了我，还会有谁给你提供这么大的关照？够了，万峰，你还能不能有点羞耻心？我堂堂白氏总裁，你一个清洁工，拿什么给我关照？就是，佳倩
倩小姐都说了，是景深少爷给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打了招呼拉来的投资，你还想冒领？还说什么创世集团是你授意的？哼，你知道创世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吗？那是全球都无与伦比的巅峰。造神殿主龙皇大人更是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各大领域的巨匠。你说创世集团是你授意的，要是被龙皇大人知道，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你说是万景深找创世集团拿到的万亿投资？怎么羞愧吗？本是亲兄弟，看你多堕落，人家多出息。而且景深少爷还帮白总介绍了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做干爹，简直帮了白总的大忙。他和白总才更配。白佳倩，你是想和我解除婚约，嫁给万景深？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答应解除婚约就行。还记得我是万家大少爷的时候，你说你配不上我吗？够了，万峰，很多事情今非昔比，我知道你难过，心里不甘，但你接受现实吧。大夏几千年从来讲究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而我们，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不然你会更加后悔。哦，你说我不放弃会后悔？你说我不放弃会后悔？万峰，我这是在念旧情，给你台阶下。看来你心里也有盘算，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的。婚期照旧，请离开吧，不送。你，万峰，你记住，这是你自找的。无所谓，我可以承担任何后果。好，那我们就如约举行婚礼，到时候我会送给你一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婚礼，让整个金海的人都认识。好，我很期待。我呸！最差品种的癞蛤蟆。白佳倩，你说要让我后悔？无戒拜见万先生。立刻给我办3件事：一，给我包下京海最豪华的酒店筹备婚礼；2，把创世集团和白氏集团的万亿签约仪式放在我的婚礼上；3，传令全球金融、军事各行顶级巨擘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是各国元首要来呢？他们要来就来吧，毕竟开门不打送礼人。是。你先走吧，我妈回来了。是。凤儿，啊，凤儿，走走走，赶紧跟我回万家。回万家干什么？你爸病重垂危，恐怕时间不多了。你爸呀，生病垂危，恐怕时间不多了。那又如何？他在巅峰时，弃你娶她，你还关心他干嘛？哎呀，你傻呀！你是万家的嫡子，爸如果不在了，你是有继承权的。我可以恨他，但你不能跟着我受苦啊！妈，无所谓，万家那点东西我压根就看不上。哎呀，你就别再使性子了。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爸，你也应该回去看看。跟我走，哎，就跟我走。妈，走，走。怎么，万峰那个废物还不答应解除婚约吗？是的，你做下准备，我准备在我的婚礼上宣布你就是新娘，让他成为全城的笑话。确定要这样吗？哎，会不会对他有点太残忍了？他的扫地生活就已经够艰难的了，你还让他这么难看？那都是他活该，我已经给了他体面离开的机会，是他非要癞蛤蟆攀高枝，那就让他承受一生中最大的羞辱。那看来我对这场婚礼还真是越来越期待，既可以娶她的女人，就可以看她的笑话，真是双喜临门呐！很好，就这么办吧。不，应该说是3喜临门。是吗？还有什么喜事？我来时已经接到了创世集团的电话，说会在我的婚礼上与我进行万亿投资的签约。
等白总拿了创世集团的万亿投资，认了银龙大人做干爹，再和二少爷你喜结连理，到那时，万白两家必会如日中天，众生仰望啊！王神医，我的病情如何呀？老家主，你的肝肾衰竭之症实属罕见。我还有救吗？若是要救，非一人不可。谁呀？就是那位震惊过世界的传奇造神殿主龙皇。什么？龙皇？没错，龙皇乃当世最耀眼的天才，堪称神一样的人物。他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让人望尘莫及的造诣，在医学上也一样。他亲创的天地玄黄针，据说有起死回生之能。老家主的病，非他不能救了。可是那位龙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们上哪里去找啊？我知道去哪里找。万凤，你们来干什么？我要回来与你和谈。你已经离开这个家10几年了，跟万家还有什么关系？怎么，怕我回来分家产啊？分家产？你也配？哎妈，你可不能这么说。哥哥虽然无能，但他毕竟还是姓万。他在大街上扫地赚的那点钱多艰难呀，想回来分点家产，给下半辈子买个低保，这也能理解。没错，我和他婚期将至，他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彩礼钱挣够，不然脸往哪搁呀？没事，嘉倩，再怎么说你也是嫁入我们老万家，他丢得起这个人，我们万家可丢不起。你放心，彩礼的钱我会帮你想办法。谢谢二少爷。唉，同是亲兄弟，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有些人还真是没脸。真是一群小丑。你个弃子，你骂谁呢？哎呀，好了，别吵了。凤儿，你刚才说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龙皇，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在哪儿啊？你赶紧说，我让人去请。你赶紧说，我让人去请。如果你现在下跪给我妈道歉，再把万景山母子赶出万家，我会亲自出马，把龙皇给你请。这够了，万峰！你以为你这样吹牛就可以拿回万家继承权吗？万景山，不要用你的认知来衡量我。在你眼里如皓月般的万家，在我眼里屁都不是。是吗？既然不在乎，那你还回来干什么？这不是吗？老东西要死了，我妈要回来送最后一程，而且万家欠我的，我该要还是得要，要不是便宜你们母子了吗？好了，别争了。凤儿，你到底知不知道龙皇的消息啊？条件我已经开了，我知不知道，看你表现了。岂有此理！竟然还敢威胁你父亲！真是人穷志短，连孝道都没了。万峰，说真的，人穷不要紧，只要有尊严，就还算是个人。像你这样的，自己无能，还要吹牛刷存在感，还敢顶撞自己病危的父亲，你这连人都不算。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白嘉倩，你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什么？我没有资格？我凭一己之力将白家推上名流，你一个只能在大街上扫地的弃子，竟然说我没有资格！我现在真的很怀疑，你还有脸出现在我的婚礼之上吗？你不用怀疑，我会给你惊喜的。哼，是吗？你还有能力给我惊喜？那就拭目以待了。好了，不要吵了，立刻召开家族会议，我要决定万世继承人。好了，别争吵了，立刻召开家族大会，我要决定万世继承人。好哥哥，
好戏马上就可以开始。那我等你继承万氏集团，风光娶我，可别让我失望了。万叔叔、房阿姨、二少爷，我们先走了。方文，我们走。白嘉倩，你今天和所有人都打了招呼，没有跟我妈打招呼。我就没打招呼，怎么了？你也配有意见？你对我无礼没有关系，但你对我妈无礼，我会很生气。是吗？生气了？那你千万不要解除婚约，或者放我鸽子，不跟我结婚，我好怕呀。啊，佳倩啊，没事的，没事的，我们不讲究这些繁文缛节。谢谢阿姨的大度，你可千万要劝你儿子，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而抛弃我，我会很难过的。不会的，不会的。白嘉倩，咱们婚礼见吧，我会让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谁跟谁不配。走吧，我的好哥哥，爸要开始宣布继承人了，你的好梦马上就可以实现了。今天把各位族人和股东召集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身体每况愈下，时日不多了，希望能够为万家选一个能够带领万氏集团走得更远一点的继承人。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两个儿子，老大风儿书读完了，就在扫大街，这是我万家的一个孝子。老二景生一直帮家族打理着企业，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作为父亲，我不偏袒谁，今天就把这个继承人的位置拿给大家选举投票，大家意下如何呀？我支持爸的决定，虽然我的能力和声望都高于大哥很多，但他毕竟是我哥嘛，所以还是以叔叔婶婶的意见为准吧。董事长和景深真是心胸开阔，高瞻远瞩啊！是啊，在景深身上，我不仅看到了大将之风，还看到了万氏的未来。万氏的未来，万氏还有未来吗？岂有此理！万峰，你这是在诅咒万氏吗？没有，直接而已。真是一点数都没有。能让你参加这继承人会议，已经是董事长对你天大的恩赐，你居然还如此出言不逊。就你们这些人啊，明明一肚子男盗女娼，却偏要装的道貌岸然。在你们对人对事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公平？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啊？有什么数？你以为你占着嫡子的身份，万氏就该让你来继承吗？绝不可能！万氏永不承认废物。对，万氏永不承认废物。万家不承认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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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承认废物。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差点忘了跟叔叔婶婶们说了。什么事儿啊，景深？啊，就是前段时间呀，景深有幸认识了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银龙大人说了，他到时候会关照我，所以一旦我接手万氏，必定能够带领万氏走向腾飞。你想多了吧，景深？创世集团不会关照万氏的。创世集团关不关照万氏，难不成你说了算呀？没错，就是我说了算。创世集团关不关照万氏，难不成你说了算呀？没错，就是我说了算。大哥，你是疯了吗？难
难道你忘了自己还是个清洁工了吗？好了，不废话了，现在就开始对继承人举手投票。赞成万峰作为万氏的继承人的，请举手。哎，等等，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们带着偏见选错了人，导致万氏股价大跌，可得自己承担后果。什么？你是说不选你的话，会导致万氏的股价大跌？我没这样说，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我的好哥哥，你一个臭扫大街的，也能影响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你是得了妄想症了吗？还真把自己当谁了呀？好了，不废话了，支持万峰的，请举手。万丰大少爷继承权0票。哥哥，欺负呀！不是吧，哥哥，你落选了，居然还笑得出来？好玩的游戏，继续吧，你们。赞成景深成为万家继承人的，请举手。我赞成。赞成。我支持。我支持。我支持。感谢各位叔叔婶婶们的抬。我说了，我一定会带领万氏走得更远、更辉煌。二少爷景深继承权全票。好，我宣布，老二景深成为我万氏的继承人，万氏集团新任董事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坐吧。我的好哥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不选你就会导致万氏的股价大跌，哪儿呢？你别着急啊。执行 B 基计划，目标京海，买光 C 股，在地位座仓，谁抢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蟒雀吞龙，全灭掉。蟒雀吞龙，全灭掉。好戏开始了，一个清洁工送给万氏的礼物，希望各位笑纳。装模作样，你别告诉我你一个臭清洁工还懂股票呢。哎，一听啊，他就是个门外汉，连股形图都不看，张口就来。哎，你难道自己不知道买股票是需要做曲线分析的吗？二叔，他一个臭扫大街的，都没机会接触股票，怎么会知道买股票还需要分析啊？这种人竟然出自我万家，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悲剧呀！你们高兴就好，我先走了。滚吧啊！滚得越远越好。哎，出了这个门，千万别说自己姓范。对了，2天后是我和白嘉倩的婚礼，我在帝王楼内备好酒，希望各位叔叔婶婶能够赏脸，希望不要嫌弃啊。什么？你要在帝王楼举办婚礼？哎呦，真是笑死个人了！哎，你知道帝王楼是什么地方吗？那可是我们大夏都最顶级的9星至尊酒店，最低消费100万起。你就算扫一辈子大街呀，也踏进不了帝王楼的门槛，还敢说在那儿办婚礼？哎，二叔，人家想装个逼，就不要拆穿人家嘛。没选上继承人，大哥这心里啊已经深受打击了。吹个牛，挽回一点可怜的尊严，人之常情。难不成还真让他跳楼自杀呀？什么？你说的是真的？万氏的股票下跌了90%？啊？你说的是真的？万氏
氏的股票下跌了90%。大哥，万氏的股价真的下跌了？怎么可能？一个臭清洁工怎么会让万氏股价大跌呢？文峰，你站住！你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呀，我只不过是叫我的下属买几只股票而已。怎么，影响到万氏了？你的下属，少在这装腔作势了！你一个臭扫大街的，你也有下属呀？爸，你别被他给唬住了，他就这么随口一说，碰巧而已。就是一个扫大街的都能够商业狙击上市公司，金融界岂不是乱套了？问题是万氏的股票下跌90%，合作商和银行会察觉如此大的波动，他们会立即对万氏进行相应的制裁呀！怕什么？你们新选的董事长，我牛逼弟弟，不是有着创世集团的关系吗？去找创世集团解决啊！什么商业狙击，这不小菜一碟吗？对，没错。爸，我回头就给银龙大人打电话，让创世集团帮忙。这都小事儿，小事儿啊！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希望你们万氏在我弟弟的带领下能够兴旺发达。谢谢。哦，对了，你的婚礼我也会亲自到场庆祝，到时候我还会送你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送吧，我照单全收。刚才他打的电话堪称股神级狙击啊！真的只是巧合吗？哎呀，爸，你还真相信一个臭扫大街的会这种绝杀式的商业狙击啊？我也不信啊！但是我从他的脸上、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可怕的自信。立刻传令，创世集团严禁与万家牵扯任何商业关系，若有违背，格杀勿论。立刻传令，创世集团严禁与万家牵扯任何商业关系，若有违背，格杀勿论。现在我又怀疑那位救命恩人到底是不是龙皇。为什么？他若真的是龙皇，那万家又岂会只是一个小小的金海门阀呢？你没看出来，其实万家并不待见他吗？他凭什么要帮万家崛起？但是他若真的是龙皇，又为何甘愿会扫大街？而且一扫就是几年？我认识一个演艺圈的天王，他说他每天出门都会被围堵，就连睡觉都有摄影机在偷拍，跟女人多说一句话都会被传出绯闻，已经严重的失去了自由，活得如履薄冰，太累了。明总，您这么说我能理解了。若不然，有举手投足间击败你的本事，到哪里不能成为王者？为何还要在大街上扫地呢？因为名利对他来说犹如粪土，唾手可得。确实。走吧，去看看。张家家主送贺礼100万，祝白总裁新婚大喜。刘家主送贺礼300万，祝白总裁大喜。万盛集团王董事长送贺礼1000万，祝白总裁新婚大喜。哎呀，我说亲家母，你们家也太磕碜了吧！今天大喜的日子，连个送礼的人都没有。你们干什么？我们呢是万峰的工友，他邀请我们来参加他的婚礼。这个是邀请函，你们看，是我请他们来的，让他们进来。来，进来。
回进来。妈，这些都是我的工友们，这位是我妈。阿姨好，欢迎欢迎。万芳，你真厉害，居然能在这帝王楼宵夜，恭喜了。我们呢也没什么钱，这500就当做个人情了。帮我写300，来，万芳，我也300，帮我也写300，我也300。哎，还有我，谢谢谢谢，还有我的300，帮我写300，我也300，帮我也写，我也来300。行，谢谢你们。然后里面坐，等着开席吧。来，这边请。好，哎，等等，万峰，你是疯了吗？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边请？阿姨，他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我，有什么问题吗？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牌面？9星级帝王楼，在场的哪个不是商界名流、豪门世家呀？你叫着一群清洁工在这里，你是想气死我吗？清洁工怎么了？清洁工不是人啊！是人，是人也分3、6、9等，不同阶层。我们白家女儿是上流社会的席，你请一群清洁工来，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你不要脸，我们白家还要脸呢！我当初就反对佳倩嫁给他的。哎呀，那他当时不是万家大少爷吗？谁知道现在堕落成这样？哎呀，亲家母呀，您消消气。风儿啊，也是一片好心，他想着，既然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就多叫点人来热闹一下。这些呀，都是他一起工作的朋友，来的都是客，您就别计较了。坚决不行！今天要是这些泥腿子在啊，这婚就别结了。算了，万芳，我们这确实有点寒碜，就不扫你兴了。恭喜恭喜，我们就先走了。万芳，恭喜，我们先走了。等等，不要走！等等，不要走！万芳，还有啥事儿吗？你们能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参加我的婚礼，就是我的好兄弟。如果有谁瞧不起你们，就等于瞧不起我。就算今天不结这个婚，我也必须让你们在这里出席。行。万芳，你什么意思啊？你非要给我作对是不是？你是想气死我吗？我说白老板，你女儿多优秀啊，她一个万家妻子哪能配得上？这种态度，要我根本受不了。就是，我听说万家主已经宣布二少爷景深继承万家，他已经彻底失宠，沦为平民。佳倩嫁给他，简直就是糟蹋。我也劝过佳倩让他撕毁婚约，可是他非要坚持。白小姐这么深情，哎，可惜呀。反正我不管，今天要是不让这些清洁工滚蛋，就算我死也不让佳倩嫁给你。算了，万芳，不让你为难了，我们走。哎，不要走，回去，回去。没事了，万芳，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大家都不会怪你的。这白家大小姐确实很优秀，你娶了她，我们大家都为你开心呢。但是如果因为今天，因为我们你没结得了婚，我们大家都会内疚的。是的，万芳，我们都是乡下人，被有钱人吆喝也习以为常了，不是什么事儿，不用在乎我们的。是啊。大毛、二狗，都别说了，今天我必须让你们在这里吃席。这个酒店是我定的，在这里我说了算。这个酒店是我定的，在这我说了算。哈，你说了算，那就散伙。通知佳倩，这婚不结了。对，我这就给佳倩打电话，这婚不结了。哎，亲家公，你别激动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好说什么呀？也不找个正子照照自己，什么东西？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丧家犬，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白家面前叫嚣？哎呀，这。什么？他这么作死吗？我现在就去。哎呀，凤儿，快赶紧给叔叔阿姨认错道歉。
是他们仗势欺人，侮辱在先，为什么要我道歉？哎呀，你这孩子脾气咋这么倔呀？他们可是你一辈子的指望啊！算了，阿姨，我来道歉吧。对不起，白先生，是我们不懂礼数，扫了大家的兴，还请您不要怪罪万芳。我们这就走。大毛，你干什么？错的不是你们，为什么道歉啊？哎呀，万芳，我们知道你人好，但是娶了白小姐，是你翻身的机会啊！我们大家也真心希望你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发展。你发财了，也好拉扯我们这帮兄弟，是不是？发财？别指望了，我已经给佳倩打过电话了，她马上就过来处理。万家继子，就慢慢后悔去吧。这婚不结了是吧？那就散了吧，我这就走。来，别散场啊，婚礼继续。别散场啊，婚礼继续。好哥哥，你着什么急呀？我的大礼还没有送到呢。伯父伯母，侄子万景深特来道喜。好。钱管家，礼单。是少爷。万氏集团恭喜白家千金出嫁，特随礼如下：价值1000万明朝八骏图一副，价值800万金海紫气东来别墅一栋，价值3000万限量版劳斯莱斯1辆，以及现金1亿。快！还是二少爷有格局、有出息。真是想不到，他为一个父亲，这有些人呀，就是个废材，一无是处。哎，伯母，你也不能这么说。我这位大哥其实还是挺有本事的。哎呀，二少爷，您说笑了，他一个扫大街的，能有什么本事呀？这扫大街不就是本事吗？这扫大街呀，很辛苦的，我可干不了。就从这一点来讲，他就比我有本事啊。能吃苦，那不是下等人都能的吗？哎，要依我说呀，当初呀就该让佳倩和景深少爷你订婚才是。对，以我们佳倩的成就和你的地位，郎才女貌，强强联手，多好呀！阿姨，一把年纪了，你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阿姨，一把年纪了，你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威胁我吗？算是提醒你，做人不要太势利，至少给自己留点底线，不然到时候让自己下不了台，多不好。你说你会让我下不来台？你以为你还是万家大少爷呢？不是了，你已经被万家放弃了，弟弟才是万家的继承人。区万氏继承人，从来不在我的眼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放心，今天这里所有人，整个京海都将会知道我是谁。那个时候，你们会恨自己眼瞎的。什么？你竟敢骂我眼瞎！我今天要不抽你，就对不起我脾气啊！你都该硬化了，还发这么大脾气，你不怕死啊？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肝硬化了？我知道的，你无法想象。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在我家安装了监控器？我昨天晚上才从医院拿回来的结果，你怎么知道？没想到呀，我的好哥哥，你还有这样的癖好，喜欢偷窥自己丈母娘啊！这也太不是人了吧！竟然对自己丈母娘下手。乡下人果然素质差，看来白小姐今天的婚事真不能结了。你个清洁工，你到底干了什么？你要不说，我就报警抓你了！你个清洁工，你到底干了什么？你要不说，我就报警抓你了！亲家母，凤儿她也就那么一说，你咋当真呢？她天天扫大街，哪有时间去你家偷窥啊？就是啊，万福天天跟我们一块干活呢，我们大家都能作证啊。天天跟你们一起干活，那晚上也跟你一起干吗？妈，怎么了？
爸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就说了，这种已经沦为底层的人嫁不得，你还不信？你看，他竟然在咱们家装监控来偷窥你妈妈。什么？你竟然敢在我家装监控？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讲。那你怎么解释知道我得了肝硬化的事？我从你的脉象看出来的，除了肝硬化以外，你还少经，经期不调，有时候半月就来，有时候2、3个月都没有。老中医给你开了很多治宫寒的药，但都没用。每次经期来时，你先是腹部剧痛，后是乳房剧痛，生不如死，我说的没有错吧？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善岐黄之术。是吗？你能治吗？如果能治，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我给人治病全看心情，还从没人跟我讨价还价提条件的。够了，万峰，不要再用你那些下流的江湖把戏骗人了。爱信不信，随你吧，到时候别求我就行。先不说这个，谁让你把这些清洁工请到婚礼现场的？先不说这个，谁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清洁工请到婚礼现场的？我结婚当然是我请来的，还要谁让吗？你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我是什么身份吗？你是存心让我难堪是吧？你和我定亲时，白家不过微末家族。你父亲在工地打混凝土，这几年你有了机会，白家发迹，怎么，一转眼你就瞧不上清洁工了？白家倩，我认识你时是看你善良单纯，所以不介意你的出身，我也不介意我父亲生气，以万家大少爷的身份和你定亲，那是你这一生幸运的开始。然而，你不再是当初的你，你也会失去我。失去这庇佑你几年的幸运。你说什么？我白家崛起是靠你庇佑，你还看不上我了？我看他真是疯了，一个背靠万世都无所作为的废物，也敢小看刚刚跻身商界新贵的白大小姐。我真是忍无可忍，完全忍无可忍。万二少爷，你爸妈来了吗？啊，应该快了吧？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说稍微准备一下就过来，我打个电话问问。别打了，来了来了。老朽身体不好，来迟了些，还请亲家公、亲家母恕罪啊！还请亲家公、亲家母恕罪啊！亲家，你可算是来了！你这不争气的儿子，你差点把我给气死！亲家母，他怎么了？你自己看嘛，我们大家族联姻，他竟然喊了一群清洁工来，差点没把我们脸丢尽呢！嘉倩刚才还以为这事跟他吵呢。家门不幸啊，生出这种不争气的玩意儿，真是没有回头路。不然我会在生下他之前，把他再硬塞回去。万三千，你说话讲点良心。你是靠我们赵家起事的，后来我们家示威，你就把我踹了，娶了狐狸精。亲生儿子你都赶出家门，还说他没用。你欺负我也就算了，还敢这么说凤儿，我跟你没完！妈，你说谁狐狸精呢？信不信我抽你？谁敢打我妈，我就让谁死！别逼我杀人！岂有此理！你以为你是谁啊？啊，敢这么跟我说话？难道你不知道？我儿子现在已经是万家的继承人了吗？儿子，赶紧找人过来处理他，帮妈出了这口气。妈，别生气，你是有素质、有修养的人，更是万世继承人的母亲，不像哥哥，他只不过是一个清洁工而已，你跟他较什么劲？听见了吗？我儿子多有素质，你算个什么东西？好了，佳倩妹妹，婚礼应该准备开始了吧？嗯。开始吧。兄弟们，入座吧。行。
各位亲爱的来宾，欢迎大家来参加万峰先生和白嘉倩小姐的婚礼。现在，等等，我打断一下。白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刚才主持人说错了，今天的新郎不是万峰，而是他的弟弟万家二少爷万景深。白小姐，你这怎么回事？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我来说。是。不好意思，各位，今天的婚礼事出有因，我想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确确实实在几年前，我与万峰先生都有婚约。不过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万家大少爷，大学刚毕业，有一腔抱负，那是一个男人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我相信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当然我也不例外。万氏集团老爷子用心良苦，把他送出去磨练，希望他能用实力证明自己，好接手庞大的万氏集团。但是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5年了，他依旧在无能的扫大街，竟然和一群清洁工称兄道弟。终于，万氏集团老爷子失望至极，只好选了二少爷作为万氏集团的继承人。曾经高高在上的万峰先生也跌落尘埃，所以他根本配不上我5年的期望与努力。我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但我也绝不能把一生的幸福毁在一个平庸且没有追求的男人身上。所以今天我要毁了万峰的婚，嫁给万二少爷。大家是能理解的吧？好，我支持。支持。我们也支持。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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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女儿，你终于开悟了。我那么劝你，你是人中之凤，怎可落于污水泥潭？万峰连个你提鞋都不配，何况娶你，穿得好。万峰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万峰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说你是人中之凤，我是污水泥潭，给你提鞋都不配。难道不是吗？是。白嘉倩，你大概不知道吧？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而我，你眼中的清洁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工。我的身份地位大到你不可想象，值得你用一生来仰望。万峰，我已经把你踹了，这么吹牛有意思吗？你以为吹牛就能挽回你那可怜的自尊吗？像你这种无能且不知上进的男人，就该被命运抛弃，就该承受一生的羞辱，就该抬不起头，活该沦为别人的笑话。你说我沦为别人的笑话？非我狂悖！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哪一个有资格敢看我的笑话？哎呀，我的好大哥，你还真是会自欺欺人呐！你居然说今天在场的人哪一个人敢看你笑话？你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你说今天在场的哪一个人不能看你的笑话？二少爷，其实他这话说的也没毛病。哦，是吗？你看他请来这几个清洁工，都是和他一样的乡巴佬，就没法看他笑话呀。也是。哦，我总算是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喊这些清洁工过来吃席了，合着是来给他做陪衬呢。这位老板，我们虽然是清洁工，但也没吃你的饭呀。你不要就张口羞辱我们，好不好？是吗？你说我羞辱你，你话里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别说羞辱了，打你了又能怎么样？别说羞辱了，打你了又能怎么样？找死！
个妻子你敢打我？再不收敛，别说打你我要你的命！爸，你可都看见了，是他先跟我动手的，就别怪我跟他手足相残了。今天我非得弄死他！报案呢？二少爷，什么吩咐？他居然敢打我，把他给我抓起来废了！是你打的二少爷是吧？保安大哥，你别误会了，是他先打的我。打你怎么了？这么高档的酒店，谁让你进来的？赶紧滚开，不然连你一起抓了！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你说什么？我说瞎了你的狗眼，连主人都笨死了。我说瞎了你的狗眼，连主人都笨死了。主人？谁是主人？你说你？今天是我在这里举办婚礼，这个酒店是我包的，不是我还是谁啊？哈哈哈！你还真把自己当人了？你当我不知道？二少爷才是万氏继承人吗？你一个被豪门退婚的清洁工，也好意思在这里装逼呢？哼！别跟他废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慢慢收拾他。是，抓起来。朋友们，今天谁要敢动万峰，咱们就跟他拼了！对，他们敢乱抓人，就让他们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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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虽然无权无势，身份卑微，但也容不得被人随便欺负。一群泥腿子，曾经跟老子过不去是吗？万峰可是你哥，你占了他继承人的位置，又抢他老婆，又想吃干抹净，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他妈的，一群土鸡瓦狗，也配跟老子讲道理？行，既然你们非要找死，老子就成全你们。老子现在就打电话喊道上的人过来收拾你们。哎，屠夫哥，我被人打了，麻烦你带几个兄弟来到帝王楼。哎，好，谢谢屠夫哥。你们都给我等着，等屠夫哥一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你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兄弟们，下去。景深，你们都是亲兄弟，没必要闹成这样啊！峰儿，你赶紧给你弟弟道歉，咱们走，这个婚不结也罢，千万别出事儿啊！妈，你放心，没事儿。别说今天这里的人，就算整个京海，也没人动得了我。吹，你就使劲吹，你大概是不知道屠夫哥的威名。我告诉你，在他手里，人比猪狗都不如。看他待会儿来了怎么屠了你！二少爷，算了吧，没必要跟一个扫大街的计较，让他走吧。还有这么多宾客等着祝贺我们，怠慢大家不好。行啊，那这样，那就让他跟这些泥腿子们给我跪下来扇耳光道歉，我可以考虑放过他们。听到了吗，万峰？还不赶紧照做！天地都不能让我跪，你算个什么东西？够了，这是在给你台阶下，你还非要自以为是。你自己活得不耐烦，还要拉着这些清洁工跟你一起死，是不是？你没看到你妈有多着急吗？佳倩，你别管他了，他就是这种人，屁本事没有，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他非得吃了亏才会知道长记性的。万峰，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己非要作死，那你就自己承担后果。凤儿，听佳倩的，赶紧给景深道歉，咱们走。妈，他干了这么多不是人的事儿，还想让我给他道歉。我今天不在这里废了他，踏灭万家，就显不得我本事，不要！你说什么？废了我，还踏灭万家？你真是要笑死我了！你是没有在镜子里照清楚自己的身份吗？一个万家继子，扫大街的清洁工，你有什么资格敢如此狂悖？幸好万氏集团老爷英明啊，将他赶出了万家，要不然整个万氏都要败在他手里。万氏集团老爷是有眼光和魄力的，要是把万氏交到他手里，
明天就得败落。好啊，你们这群趋炎附势之徒，真是有眼不识真龙。等会儿我就亲自挖了你们的眼睛，让你好好的把我看清楚。哟，还好好把你看清楚，你不就是万家的弃子，扫地的清洁工吗？哼，你还能成精啊？你会知道的。见过万先生。免礼。世界各国元首和巨擘已抵达，正往京海赶来参加您的婚礼，需要派人迎接吗？不必了，都是熟人，没必要这么客气。是。等会儿，刚刚他说什么？各国元首和巨擘会来参加他的婚礼？哎，各位，我没听错吧？他是这样说的吗？二少爷，你没有听错，他真是疯了，什么样的牛他都能吹出来。估计一会儿啊，他得说自己是灶神殿的龙皇了。估计一会儿啊，他得说自己是灶神殿的龙皇了。林小姐，机会来了。什么意思？白嘉倩那个蠢女人居然退龙皇的婚。你说什么？他们都以为龙皇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各种嫌弃。白嘉倩当场宣布要悔婚，然后嫁给龙皇的弟弟。你说的真的吗？我一直都在里面看着呢。现在我完全确定，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清洁工万先生，就是灶神殿的王者龙皇。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在那些人的群起攻击之下，万先生一直从容淡定，完全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场。我从未在一个男人身上见过那种疾风骤雨之中云淡风轻的气质。很好，无论他是不是龙皇大人，他都是我的救命恩人。隆重的厚礼我已经备好，我现在就去向龙皇先生求婚。兄弟们，有人闹事儿，快！赶紧，快！你看，屠夫哥，你来了。谁敢打兄弟？给老子滚出来！就他，就你，敢打万家二少爷？你不趁早滚啊！下一个挨揍的就是你。你说什么？要揍我？哈哈哈哈哈！兄弟们，听见了没有？他说他要揍我。景深，他什么来头？竟然敢如此的大逆不道！屠夫哥，他就是我们万家的那个弃子，现在呀，在那扫大街呢。那就难怪了，一个臭扫大街的，没听过我的名号，说出这种违背祖训的话，也可以理解。好，现在我就正式的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涂，叫涂猛。小时候追着猪砍，长大了追着人砍。然后我创立了一个帮派，叫做斧头帮。江湖上兄弟送我一个外号，叫做屠夫。好，可以给你看一下。看到了吗？这把斧头的刃都染成了红色，知道这是为什么？那是砍的人多了，都是血。温先生，我受不了他了。自己滚！自己滚！臭小子，你敢打老子，还愣着干什么？我砍死他！来，不要怕，砍我，照这儿砍！臭小子，我可告诉你，我是跟京海豪爷的，你要是与我结仇，那就是得罪了豪爷。豪爷，你是说郑子豪？你也知道啊，豪爷是京海首富，伯金汉大佬。我要是把他叫过来，分分钟就能让你从京海消失。还在嘴硬，
可不废了你！等等，万先生，那既然是郑子豪的狗，就让他收拾吧。他若收拾不好，就连他一起收拾。够了，万总，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不甘，但是木已成舟，你我之间的差距太大，已无可能。你还是好好的接受现实和命运吧，不要在这里无底线的捣乱。不要在这里无底线的捣乱。你说是我捣乱？难道不是吗？白嘉倩，你现实你势利我都能理解，人嘛，总有虚荣，有私心。但你要是眼瞎，我是真瞧不起你。明明是你悔婚在先，万景深挑衅我在后，我只是顺便教你们做人。你说是我捣乱？不是你捣乱，那这些清洁工是谁喊来的？我喊来的，他们是我的工友，我的朋友。我喊来喝喜酒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们不配。白嘉倩，收起你的高傲吧，真的，我为你感到自卑。你为我感到可悲。我用5年成为金海商圈炙手可热的新贵，身价上亿的总裁，你一个扫大街的为我感到可悲。要点脸吧，白嘉倩！要不是有万先生帮助，你还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卖臭豆腐呢。什么？他帮我？你以为呢？你以为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的那些机会，不过都是万先生的刻意安排而已。疯了，真是疯了！毫无能力，竟然说自己帮我，真是令人恶心。正手扶刀！哈哈哈哈！豪爷来了，你们等着死吧！豪爷，您来了。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兄弟万氏集团的2少爷，有人跟他动手，我是来帮他平事儿。没想到对方是个练家子，我干不过他，只好有劳豪爷的兄弟了。哦，谁这么好喝？就是这个女的，还有这个该死的清洁工，他们是一起的。郑子豪拜见吴界先生。他是你的人？啊，对，平日里帮我跑跑腿。怎么，他是哪里招惹到了吴界先生吗？得罪了我都是小事儿，但是他说要灭了万先生，这事儿可就大了。什么？他要灭了万先生？万先生在哪？哪位是万先生？别找了，我就是，有什么指教吗？啊！拜见万先生。万先生恕罪，恕我管教无方，我现在就去处理。豪爷，你这是干什么呀？他不过是一个万家的妻子，一个臭扫地的，哎，你干嘛对他呀？你给我闭嘴！豪爷，你干什么打我呀？可能冒犯万先生，给你9条命都不够。来人，拖下去，双腿给我打断，丢进火葬场！拖出去，滚！豪爷饶命啊！豪爷饶命啊！滚！已经处理，还请万先生恕罪。冒犯了万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知道，我自断一臂，您看可以吗？你今天是来参加婚礼的吧？啊，是。既然是来道喜，那我就饶你一命。多谢万先生，多谢万先生，快上礼单！金海首富郑子豪恭贺万先生新婚，特送贺礼如下：价值50亿万氏集团秦朝青稞剑1把，价值30亿汉王朝玉玺1个，价值10亿宋朝兵书1卷，价值10亿私人定制客机1辆，外加现金100亿。还请万先生收下。白家悔婚了，不必了。什么？白家悔婚了？没错。高高在上的白小姐说我是卑微的清洁工，配不上她，当场就悔婚了，然后选择了万景深为新郎。她要嫁给万景深？万景深算个什么东西啊？郑首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万峰不过是我万家一个弃子，我万家对他尚且失望之极啊！你为何对他如此的畏惧，还把他与我为敌啊？你是说万先生是你万家的弃子啊？是的，我让他出去历练，
5年了，他只是在扫大街，我万家的脸都给他丢尽了。若不是如此，佳倩呐，怎么会悔婚要嫁金神呢？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万先生，乃是天上皓月，即使尔等能够冒犯你们万白两家，还是主动从京海出名吧？是吧？郑首府，你让我们从京海出名？来，不只是万白两家，万先生还有什么吩咐的吗？今天这里所有针对我的人，都得从京海出。狂妄！你以为你是谁呀？口气如此之大！就是，今天在场诸位，谁不是称雄一方的商业巨鳄？你有什么能耐，能让我们都从京海出名？怎么，你们这是不服吗？那就杠上一个！郑子豪，你不要以为你是京海的首富又如何？你要知道，我万家真正的靠山可是北都名家。你是说，你背后的靠山是北都铁家族名家？那是当然，你不过是京海的首富，名家可是全国首富。你和名家比起来，不过就是小巫见大巫。郑首富，你是不是被万峰给蛊惑了？蛊惑？什么意思？我跟他订婚5年，对他最了解不过。他平庸无能，最擅长吹牛画饼。老师跟我说，总有一天会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会把世界上最贵的王冠给我，会让我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可是5年了，他不过是个清洁工而已。白小姐，你看错万先生了。万先生说都是真的。郑首富，你醒醒吧！万家主是他的父亲，景深是他的弟弟，他们是一家人，比谁都更清楚他的本事。如果不是对于他的过于了解，知道他这辈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也不会当众悔婚，选他的弟弟做我的新郎。郑首富，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些就是你口中这位无比尊敬的万先生在工地上的工友，他居然把帝王楼当成一个工地，喊这些不入流的清洁工过来吃席。够了！万先生是什么人，我比你们更清楚。你们这些冒犯万先生的人，我劝你们最好主动离开京海，否则等万先生动手，你们都没有后悔的余地。甄子豪，你这是非要脑子一根筋啊？为了他，要与我们整个京海商界为敌吧？就凭你们一群乌合之众，还妄想代表整个京海商界？别忘了，我说过，万家背后的靠山乃是北都名家。就是郑子豪，你就知道在我们面前耍威风，在北都名家面前，你连个屁都不是。张友，你再说一遍试试！哎，算了，他们既然仰仗着北都名家，那不妨就让他们把名家喊出来，看能灭得了我。行，你们要作死，我现在就给名家打电话。北都名家大小姐到。明大小姐到。这就是北都明小姐，大夏第一豪门呐！听说明小姐倾国倾城，家底雄厚，果然名不虚传啊！明小姐，您来了，感谢您万里迢迢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你儿子是谁？锦生啊，赶紧啊！见过北都明大小姐。明大小姐好。滚开！让你滚开，没听见吗？赶紧让开让开，别挡了明大小姐的路啊！请。北都名家明月心特携聘礼向万先生求婚，求万先生与我喜结连理。上礼单。是。名家辖下36省，价值1000亿房产。1000亿房产。名家名下
价值1000亿，航空公司和军工厂各一个。航空公司和军工厂。民家名下价值1万亿，市、农、工、商4家银行。什么？直接送4家银行？整个民家名下价值10万亿，51%绝对控股股权。什么？整个名下绝对股权？一点心意，还望万先生能成全我的一片真心。米塔小姐，你是不是搞错对象了？她只是我万家的一个弃子啊，景深才是我万家新任的继承人啊！哎呦，你敢质疑我的眼光？不是啊，不是，米塔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是你们有眼不识真龙，你们冒犯了万先生，就是冒犯了我明家。明大小姐，我不服。你有什么不服？万峰原本是我万家的大少爷，却整天碌碌无为，去大街上扫地，反观我只手撑起万家，成为万家的继承人，年轻有为。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选择我，而选择他呢？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与万先生相提并论？明大小姐，我想说句公道话。你又是谁？我是今天婚礼的女主角，白氏集团的总裁白嘉倩。你想说什么？二少爷说的没错，他确实比万峰优秀。若不然，今天本来是我和万峰的婚礼，我也不会临时悔婚，选二少爷作为我的新郎。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万峰用了什么手段，把明大小姐您给骗了？他没有骗我，是你自己瞎了眼，认不得真龙。他没有骗我，是你自己瞎了眼，认不得真龙。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扫大街的，怎么可能是真龙？就是啊，万峰，你自己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骗了郑首富和明大小姐？白嘉倩，你的愚蠢就在于，就连这些比你厉害千百倍的人都不信。你觉得这些人会比你蠢吗？哦，我知道了，你是因为不甘。什么？我不甘？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真龙了？谎话说多了，连自己都信了吧？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自己看看，你每天和这些人待在一起，跟这些泥腿子一起，还说自己是真龙，谁信呢？你可以不相信，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你很快就会知道。万先生，还是不要跟这种愚蠢的女人多说了。您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来得及相报呢。我请求你答应我的求婚，以后我会好好的陪着你，比这个愚蠢的女人对你好1000倍、10000倍。明大小姐一片真心，求万先生答应吧！求万先生答应吧！求万先生答应！妈，你觉得这个媳妇怎么样？这，风儿，这是真的吗？我没有在做梦吧？不是做梦。如果你觉得这个媳妇不错的话，我就可以。可以，可以，太可以了。谢谢阿姨。那万先生，您的意思？好，我也了解过，当世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那今日我便答应你的求婚。那今日我便答应你的求婚。好，谢谢万先生，以后我明家必定以你为尊。互相尊重。过来，我带你去属于你新娘的位置。好了，现在该到我宣布了。北都名家明月心小姐，才是今天婚礼上的主角，我的新娘。好，万峰，
你要搬出豪门到别处去。今天是我和二少爷的婚礼。你说什么？你说这是你和万景深的婚礼？当然，你别忘了，我已经和你解除婚约，现在我的新郎是二少爷。你呀你，竟然忘恩负义到都忘了这酒店是我订的吗？你订的又能怎么样？我差这点钱吗？现在我就把钱付给你，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在这里和二少爷完成婚礼。你要攀附明家的豪门到别处去。跟我老公说话，闭上你这张令人憎恶的嘴。你竟然敢打我！怎么，你一个小小的白家还敢跟我明家对着来不成？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白家从京海除名？怎么，你一个小小的白家还敢跟我明家对着来不成？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白家从京海除名？嫁给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你拽什么拽？我跟你说了，我明月心的丈夫不可辱。再有下次，我要你死！你算了，亲爱的，咱们去别的地方举办婚礼。明家咱们都不管。小姐，我们输了，走吧。北都明家，咱们惹不起呀。有什么惹不起的？你们别忘了，我已经和创世集团谈成了万亿投资，今天他们就会在我的婚礼上签约。还有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将会认我做干女儿，带我见龙皇大人。到时候，他一个首富名家算什么东西？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们还有银龙大人和创世集团的关系，明家跟创世集团比起来，明家算个屁呀！姓明的，我劝你赶紧给佳倩道歉，不然待会儿等银龙大人一来，灭了你们明家！对，赶紧给我女儿道歉，要不然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不放过你！对，我们支持白总裁，让明月心给白总裁道歉。向白总裁道歉还不行，他藐视我们整个京海商界，还要向我们整个京海商界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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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逼明小姐试试？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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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逼明小姐试试？怎么了，小妞？你也想跟造神殿为敌吗？就凭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土鸡瓦狗，也配抱造神殿的大腿？你可以不相信，但是等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一来，你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哼，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万峰，你放肆！银龙大人可是创世集团在京海的负责人，你敢骂他，灭你九族都不为过。哦，仅仅是创世集团在京海的一个负责人，难怪我不认识啊。怎么，你的意思是银龙大人的身份不够资格认识你啊？没错，他的身份地位连见我面的资格都没有，自然是没有知道我在创世集团对高层的训话，让他们不要耍大牌，不要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看来这个银龙没有遵守我的规矩。够了，万峰，收起你那点可悲的自尊吧。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吃上了明家的软饭，但银龙大人是我干爹，你对他不敬，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对我不客气，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不客气啊？你难道还不清楚吗？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什么？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这一切？还是说，现在我住的别墅是你扫的地呀？那你告诉我，你们白氏集团拥有的第一笔3000万投资，是不是万城首富吴国栋给你投的？你怎么知道？是因为我让他投给你的。你说我知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因为我让他投给你的。你说我知不知道？什么？你让他投的？万峰，你还要脸？
吴先生投我之时，正是你被万家赶出之日。在外求职，但凡你有一点能力，也不至于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去扫大街。就是，你也就是现在才攀上明家的高枝，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你们错了，我嫁给万先生是我高攀，你们不要再诋毁万先生了。但白家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他说是他的功劳，毁我清誉当然不行。我就知道你不相信，那你现在就可以给吴国栋打电话，自己去问他。好，打就打，我还给你脸了。记得开扩音器。喂，小白。吴总，我有一些事想要打扰你。不要这么客气，有什么话直接说，能帮你的必竭尽全力。吴先生，我想问一下，5年前您给我的第一笔3000万的投资是您自己的意思吗？这个，小白，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因为今天有个不要脸的人说是他吩咐你的，我想拆穿他，打他的脸。是吗？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是我的前未婚夫，万家弃子万峰。他就是我的前未婚夫，万家弃子万峰。什么？是万先生？怎么了，吴总？您认识他？当然认识。我吴国栋今日能坐镇万省首富的位置，全是拜万先生所赐。万先生对我可谓有再造之恩，我岂会不认识？什么？您是说您的首富位置是万峰给您的？我没听错吧？我好歹是一省首富，这种事岂会戏言？可是，在万家，连他亲爹都不认他，整个家族都瞧不起他，他只能沦落去扫大街，怎么可能会提携吴总您啊？哎，小白，你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万先生乃当今奇人，只是不碍于名利而已。我虽不知他的来历，但我知道一点，他的商业头脑简直出神入化。当时我的公司正在破产边缘，只听了万先生几句话，立马扭亏为盈，起死回生，而且迅速问鼎巅峰，太神了，太神了！在老夫一生所遇之人中，万先生可称为神话。那5年前的3000万投资，也是他吩咐您的？岂止这3000万是万先生吩咐我投的，后面多次投资，帮你完成战略分析，击败竞争对手，甚至白氏集团的上市策划，全是万先生暗中指点授意。什么？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什么？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哦，不对，刚才小白你好像说万先生是前未婚夫，你们分了？是的，我们分了。万先生有经世之才，吞天之功，却对你用情至深，以命相护。既然没有把握好他，白家将衰啊！你好自为之吧。万峰，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能量？现在你该相信，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了吧？你竟然还有脸说我配不上你，瞧不起我！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会成为万家的妻子？为什么会去扫大街？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帮我？我们认识有10年之多了吧？是。怎么了？那你知道为什么5年前我才和你表白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发现你因为白家没落的缘故，你和你的父母遭到了很多人的歧视，你心里很自卑，而且没有安全感。你一直在说想找一个普通人过日子，一直陪着你就好。5年前，我是真的喜欢你那份纯真，鼓起勇气和你表白。你仍然觉得配不上我，怕失去我，我不想你活在这种不安全感中。于是，我借着万三清要放逐我的机会离开万家，成为一个普通人，在暗中的帮助你，成就你。可我没想到的是，你有成就之后，居然膨胀到高高在上，瞧不起我。可我没想到的是，你有成就之后，居然膨胀到高高在上，瞧不起我。所以你是为了给我自信，给我安全感，所以选择在背后帮我。你可以这么理解。宝贝儿，别听他瞎说，他在这编故事呢。什么？你还真是好忽悠。
你真觉得他很强，很有实力吗？刚刚吴总不是说了吗？吴总都是因他而起。吴总刚才说的可不是他的背景实力帮的忙，而是他凭几句话就能让人起死回生，重回巅峰。哎，你觉得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儿吗？一个人仅凭几句话就能让人身家万亿，哎，被他装到了。这种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老公，要我发话把万白两家从金海除名吗？你说什么？你要将我们万白两家除名？难不成刚才你没有听说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要认白大小姐作为干女儿，还要送上1万投资合同吗？等我们搭上了创世集团的关系，你们算个屁呀！别指望了，创世集团是不会给你们白家100亿投资的。哎，你说了算吗？我说了不算，但我老公说了算。你老公一个万家弃子，扫大街的清洁工啊！创世集团银龙大人到！创世集团银龙大人到！银龙大人来了，太好了！拜见银龙大人！拜见银龙大人！这些人是谁啊？见了老夫为何不跪？干爹，有人欺负我，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是吗？谁在作死？竟敢欺负我的干女儿！就是这2个见了你不跪的人。他们谁呀？一个是北都明家的大小姐明月心，一个是金海的万家弃子，也就是刚刚被我抛弃的前未婚夫万峰。刚被抛弃，前未婚夫？你不是说今天结婚吗？怎么回事？不结了？结，只是我觉得他不配，换人了。换谁啊？万家的2少爷，万氏集团的新继承人。干爹还请多关照，多关照。嘴倒是挺甜。干爹，以后我和佳倩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你就是北都明家的人？是，有什么指教吗？明家在北都虽然有权有势，算是一方诸侯，但是和创世集团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以后在我面前最好低调点，否则弹指间灭了你。以后在我面前最好低调点，否则弹指间灭了你。银龙大人息怒，那我们以后就低调点啊！以后低调点。低调点啊！怎么，我的妻子哥哥，刚才你不是仰仗着明家挺嚣张的吗？现在怎么怂成孙子了？原来你真的只是骗人，什么本事都没有，只会吹牛。好了，不要和这种小角色计较了，咱们赶紧签约，合作是大事。干爹，但你要先答应我，刚才明月心威胁我，你可一定要帮我教训明家呀。放心吧，回头就安排上。我要让明家所有的亲戚在金海给你下跪道歉。谢谢干爹。袁大小姐，你嚣张了！你怎么不嚣张了？还有你，继续装你的大人物啊，搞得我好像甩了你很后悔的样子。等我和创世集团的万亿投资签约完，我将会带领白氏问鼎世界，而你只不过是个靠明家吃软饭的清洁工。不对吧？刚才干爹都已经说了教训明家了，明家还能在北都立足吗？现在明家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他还能靠什么？对，我还忘记了这茬，明家倒了，你就只能去扫大街了。好了，干女儿，不要和这种蝼蚁浪费口舌了，赶紧签约吧。对，我们赶紧签约。赶紧摆龙案，我要和大家一起见证上市。
创世集团和白氏的万亿投资签约必定轰动整个静海。别忙活了，你们这约签不了。别忙活了，你们这约签不了。说什么？我说这约你们签不了。万峰，你又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想停止对你的扶持与帮助。停止对我们的扶持与帮助，你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创世集团给的万亿投资，那是我给你的。什么？你给我的？你是疯了吗？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让创世集团给我投资？我看他真是疯了。我干爹还在这儿呢，他就敢当面吹牛，简直是厚颜无耻、不要脸到了一定地步。你还真是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当初不知道是怎么瞎了眼，居然答应跟你结婚，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恶心。白嘉倩，你别恶心。前几年你确实没有眼瞎，但是现在真瞎。我的妻子哥哥，别吃醋不甘了。你的未婚妻她就是喜欢我，而且她的崛起现在也已成事实。你呀，还是好好后悔自己的无能吧。啊！敢阻扰创世集团签约，自己说吧，想怎么死？母亲，你说什么？问我要怎么死？怎么，没听过灶神殿的威名，不知道惹灶神殿的后果？怎么，没听过灶神殿的威名，不知道惹灶神殿的后果？灶神殿都是我所创，你问我惹灶神殿的后果，你告诉我，有什么后果？什么？我没听错吧？灶神殿是你所创？疯了！他竟敢冒充龙皇大人！他真是不知道灶神殿的手段，在诬陷作死。干爹，这你可都看见了，他居然敢当着你的面冒充龙皇大人，若不灭他，不显灶神殿的威名啊！小子，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跪下，自割舌头，以后不再说话，方可饶你一命，否则我灭你全家。凤儿，你怎么能冒充龙皇大人呢？他可是全世界崇拜的传奇呀！这个千万冒充不得。你赶紧跟银龙大人跪下认错。冒充龙皇大人认错就行，今天必须跪下自割舌头，否则你全家性命难保。看看，吹牛吹上瘾，惹祸上身了吧？佳倩，银龙大人不是你的干爹吗？你赶紧给我们求情，我求求你了。妈，你为什么要求他？哎呦，凤儿，你已经犯下冒充龙皇大人的弥天大错，这可是灭顶之灾呀！你赶紧跪下认错，否则一切都晚了。妈，我没有说谎，我就是灶神殿主龙皇，我就是灶神殿主龙皇。你赶紧闭嘴！我都跟你说了，你脑子怎么不转弯啊？龙皇大人可是比国儒大人都威严得多，你这冒犯不得呀！阿姨，你别担心，万峰他没有说谎，他真的就是那位屹立于世界之间的灶神殿之主，创世集团的幕后掌控人龙皇。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呀！说谎说上瘾，还真把自己当成龙皇了，连自己的亲妈都不信，还这么的掷地有声，真是不要脸！亲爱的，他不是说能阻止创世集团跟你的万亿投资签约吗？那你们现在就当着他的面把合约给签了，先当众打了他的脸再说。对，干爹，我们赶紧签约，一会儿再收拾他。可以。搬桌椅来，龙皇大人，你阻止呀！你赶紧阻止呀！你要再不阻止，我白嘉倩和白家就要腾龙，而你就只剩下仰望了。好啊，那我就如你所愿，
立刻传我命令，创世集团给白家的万亿投资立马取消。如你所愿。少在这装了，在场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非要为了那点可怜的尊严，把牛皮都吹破吗？就是，我们都知道你从万家的太子爷沦落为弃少，现在又被自己的未婚妻在婚礼现场当场给抛弃，这心理承受的打击啊太大了。你若能卑微的离场，至少还能苟活。可你呀，就是看不清你自己，活该走上绝路。别管他了，干爹，我们赶紧签约吧。遵守大人。什么？什么？遵守大人，为什么呀？干爹，怎么了？刚接到集团遵守大人电话，说取消了对白家的万亿投资签约。啊，这什么？是因为他吗？不可能啊！遵守大人说是龙皇大人亲口下的令。不可能，不可能啊！他就是万家弃子，一个扫大街的，怎么可能是如皓月传奇般的龙皇大人？对，这绝不可能！他是我哥哥，我们在一个家庭长大，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吗？爸，你说是不是？他从小到大老实本分，就算欺负他，他也只知道傻笑。一个傻子，他怎么可能是全球闻名的龙皇大人呢？就是，绝无可能。我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我清楚得很。他要是龙皇，我万家还在这金海偏安一隅，早就成为世界级的豪门了。老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如你觉得我不重要一样，我也觉得万家不重要，所以根本就不想扶持万家，所以万家才会没有前途。别装了，你自己妈总清楚你吧？她都说你是冒充的，你还能装得了吗？哥弟啊，你可千万别被他给忽悠到了。不可能啊！刚才突然接到集团取消签约的电话，这假不了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肯定是龙皇大人的手机掉了，被他捡到之后，然后就开始冒充龙皇大人。有这种可能啊！龙皇大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是造神殿的人见过大人的，也屈指可数，往往都是从他的电话中得到的命令。那就对了，要不然他要是龙皇大人，那我才就是玉皇大帝呢。看来我们低估他的骗术。说，你是不是捡到了龙皇大人的电话？万先生，我忍不了了，让我杀了他们。不用急，爸，别怕，今天有银龙大人在给我们做主，证明我们已经将万峰逐出了万家。他一个冒充龙皇大人的骗子，连累不到我们的。万景深啊，我是真受不了你了。本来我不想和你这种小角色打交道，念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要怪啊，就怪你作死不听。接下来我要给你点教训才行。你给我教训？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教训？你等着，1分钟内我要惊海万家，在商界再见了，辉煌的万氏家族，传承的万氏集团。你还真以为你凭一句话就可以灭掉我们万家吗？不知道，但不妨拭目以待吧。好啊，我等着。什么？什么？爸，怎么了？
万氏集团的股票被一下子全抛了，价值3000亿的市值瞬间归零。不会有这种可能啊！你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了？这是我们万氏集团负责人的电话。整个万氏集团在短短的3分钟内被全部抛弃了。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万氏集团的股价断崖式的下跌呀！哎呀，这根本说不通啊！就以你们的商业头脑，又如何会理解得了巅峰水平的商业狙击？万峰，难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成？当你有足够的实力时，你可以把你对手的股价分抛成无数个点，然后买到自己的手里。你以为你的股票会在10万人，甚至几百万人之中，但你看到的10万只手、100万只手，背后只有一张手。结论就是，他想让你的股价涨就涨，他想让你的股价亡就亡，明白吗？让一个人掌握100万只手，简直是天方夜谭，在场无一人信，连你自己的妈都不信。怎么，你还在强调你是龙皇吗？喂，我知道了。万先生，世界各国元首和巨擘已到酒店门外，等候您的命令进来。来了就是客，请他们进来吧。是。先生有令，都进来吧。什么？各国元首？难道他真是那位能将平凡人造神的传奇龙皇？都让开，都让开！天启王、西域王、北马王、唐皇王、英国王、图尔土斯王，拜见龙皇先生，恭祝龙皇先生新婚大喜。恭祝龙皇先生新婚大喜。好，女帝驾到。什么女帝？拜见女帝。今日是龙皇先生新婚大喜，都免礼吧。大夏女帝见过龙皇先生，恭祝龙皇先生新婚大喜。大家都是熟人了，女帝不必如此客气，请入座吧。我处理点私事。今日是龙皇先生新婚，还有别的私事吗？今日在场的很多人都认为我冒充龙皇，质疑我，还要抓我，所以我得向他们证明一下。什么？他们居然敢质疑龙皇先生？不过也难怪，龙皇先生您虽享誉全球，却行事低调，除了世界顶级巨擘有幸见你真容，普通人哪里能认得你？没事，你每天在电视上露脸讲话，他们认得你，你帮我作证就好了。这完全没问题。我与龙皇先生相识数年，我大夏也多次于困境中得龙皇先生援手相助。龙皇先生虽身在世界，却于国于民居功至伟，我再熟悉不过。你们还有谁质疑龙皇先生身份的吗？还有谁质疑龙皇先生身份的吗？女帝殿下所言，不敢质疑。怎么，你现在还质疑我的身份吗？是不能怪我，我也不想怀疑，毕竟你是我的未婚夫。可5年了，你一直在扫大街，我身边的人每次提起都会瞧不起我。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你有压力，那是因为你想被别人羡慕，你想被别人吹捧，而这些都比你的感情重要。谁不想被别人羡慕？谁不想被别人吹捧？谁又不爱慕虚荣呢？不是所有人都有你的成就和境界。白嘉倩，你退下吧，你已经配不上女主角高光的舞台。哟，万峰，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吧？
女儿把这几年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你不能有头有脸了就抛弃她。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指责万先生？来，武进，不要动手。万先生，你帮白家崛起，他们忘恩负义还指责你，我忍无可忍。我理解。从今日起，没有我的扶持，白家灭。你还是带着你的女儿和老公一起回乡下种田。哎呀，龙皇大人，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喜欢我们家佳倩，你跟她在一起呀，肯定会幸福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她配不上我。我知道，但是别说了，我们还是留些脸面，走吧。别说了，我们还是留些脸面，走吧。对不起，是我没有福气。我祝你们幸福。万景琛，你走去哪儿啊？这么忙？哥，有什么吩咐？我打算将万家在京海除名，你有意见吗？如果你有意见，我就连你一起除名。哥，这不用了吧？不至于。我说了不算啊。哎呀，阿峰啊，怎么说你也是万家的子弟呀，你得帮帮万家啊！什么？我是万家子弟？你忘记我几岁时你就找了新欢和我妈离婚，然后将我放逐出万家，对外说我是万家弃子，丢了万家的脸。这是我考虑不周，我错了。我现在就宣布你作为万家的继承人。怎么？你觉得我的能量会在乎区区一个万世继承人吗？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想把万事交给你，也算是我道歉的一种诚意。在你宣布万景琛为继承人时，就已经是万世毁灭的开始。你知道万氏集团是怎么灭亡的吗？是因为你们害死了太子，选择万氏集团二世。武界，立刻传令创世集团全面彻底封杀京海万氏，3分钟内，我要万氏在京海除名。哎呀，不要啊，阿峰，万氏可是我的心血，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还是带着你的二夫人和你的小儿子去山里安度晚年吧。爸，老爷，风儿，你不是龙皇吗？据说你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大神，那你的医术应该也很厉害吧？赶紧救救你爸呀！没错，我的医术确实厉害，我独创的天地玄黄针震惊医学界，有起死回生之能。不过，我只救我该救的人。我的命就是万峰救的，可是他是你爸呀！哎呦，风儿，求你了！求你了！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虽然卓越，但也有缺点，就是心眼太小，从不可怜和怜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你们还是等着给他送葬吧，把人带下去，不要给我的婚礼增添晦气。阿峰，不要，阿峰，阿峰，怎么办呀，老爷？还有你，创世集团京海负责人银龙大人是吧？龙华大人，您叫我小银龙就行，小银龙就行。小银龙，那你今日所犯之事，我该如何处置你啊？不怪我眼瞎，求龙华大人饶命！我何曾饶过任何人？武界，对，拖出去，门规处置。是。各大豪门是吧？我等鲁莽冲撞龙王大人，特向龙王大人请罪。请罪就不必了。你们一再看不起我的工友，处处都是一副有钱人的高傲模样，不如就把你们的资产和身份
互换一下。若敢违背，惊海除名。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兄弟们，都过来，随便选一个豪门，除了老婆孩子，其他车子、房子、存款都互换一下。万峰啊，不，龙皇大人，这是真的吗？就别叫我龙皇了，你们就叫我万峰。我说话向来说一不二，你们应该听过我的传说。我最擅长的就是将普通人打造成为神话。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我愿意帮助他，他都可以成为这世间最耀眼的神话。谢谢万峰哥。好了，闲话不多说，毕竟今天是我的大婚之喜，咱们聊点开心的。名家大小姐，才貌双全，深得我心。从今往后，她就是我的妻子，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也希望世界各地的大佬们日后可以多多帮助她，还有名家。好了，耽误了这么久，大家都饿了吧？入席。你真的是至高无上的龙皇吗？妈，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你儿子吗？不是不相信，只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没想到我的儿子这么厉害，太厉害了。